大家見到嘅呢一個係一個55寸 multi-touch 嘅 eDirectory system。頭先大家見到嘅係一啲 promotion 嘅 video， 上邊只要我哋唔用嘅時候，佢就會識得自己去 pay。用家可以隨意加入一啲 video、full high band 嘅 video 或者 graphic， 咁佢就可以 slide show 咁樣自己去播。與此同時 ，guest 亦都可以隨意咁樣撳入去睇個 video 或者係個 poster 嘅 information。而另外一邊，用家其實亦都可以隨意用呢套 system 去揾有關嘅商鋪。全個過程好自由咁樣 by category 樓層或者係 A、B、C 咁樣去揾翻相關嘅商鋪。當揾到相關嘅商鋪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只要撳去個商鋪度，就可以揾到商鋪嘅 profile， 亦都揾到一條最短嘅路程點樣去到嗰個商鋪度。下低呢個係一個咩？呢個 show 住我哋依家嘅 location。其實佢就顯示我哋可以坐扶手電梯嚟到 UG2， 再行過嚟呢邊，再坐另外一部扶手電梯上到上邊8、9樓呢個 location。用家與此同時可以隨意放大縮細呢一個咩？上面嘅商鋪嘅 information。與此同時，客人可以隨時轉變任何一種繁簡英嘅 language。呢個 system 嘅優點就係自由、快同埋易用。任何一個地方，用家都可以自由咁樣撳落去、touch 落去，去了解、去包藏更多嘅 information， 隨心所欲。與此同時，佢都好簡單易用，可以好快。我哋平均一個未用過嘅 user， 佢只係需要30秒左右，佢已經可以揾到佢要嘅商鋪，亦都係揾到一條 path。係點樣去個商鋪度？而且用開嘅用戶，佢可能更加快，只係需要10秒至20秒左右，佢已經可以揾到一啲佢想要嘅資料。所以呢個 system 自由、簡單、易用。由於我呢個設計上邊係做緊一啲 digital signage 嘅功能，而下低就需要一啲互動層面多嘅活動，所以相對地，任何高度嘅人士佢都可以有能力嚟使用呢一套 system。多謝各位。